前亞姐姜子楠曾經做過主持，亦拍過電影同電視劇，近年就轉型做作家同攝影師。之前獲邀喺商場開第一個個人影展，現場除咗展出佢22幅作品之外，仲有分享會啊！對於佢嘅心水作係個小朋友扮和尚，佢就有咁嘅解讀啊！嗰個 B B 咧幾個月大嘅個 B B 半歲大啦，係一個我朋友嘅 B B 嚟嘅。咁我不嬲都有幫人搞開造型噶嘛。咁我見到呢個 B B 佢有兩個 features，就係個頭好圓好大，跟住個耳珠又好有肉喎。跟住後尾我就諗似一個和尚咯，係啦。咁跟住我就幫佢 design 啲 image 啦。咁背後有咩信息呢？最緊要其實帶出個 message 就係係人生就係不斷咁樣嘅去學習咯，係啊，人生不斷嘅學習同埋鍛鍊咯。卡娜未來都希望向攝影同寫作方面進發，做更加多有意義嘅事。佢仲坦言話自己有藝術家脾氣啊，同埋我個人都好藝術家脾氣㗎，即係我咧會覺得，如果譬如有一個 job 俾我揀啦，但係嗰個 job 咧我唔係話好中意嘅，咁但係都要生活嘅時候，咁而咁啱嗰段時間有一個好 meaningful 嘅工作嘅話咧，我會揀個少啲錢但係 meaningful 啲嘅一個 job 去做咯。